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建立新型监狱的计划曝光。根据韩东网报道，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关于建立新监狱计划的文件。4月份的文件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建立一个智能监狱，这种新型监狱在精神和技术上监督囚犯。这些文件中的计划包括立即检查和影响囚犯意识形态的技术等项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行为正在继续。东突厥斯坦哈萨克人巴扎尔库里喀丹因做礼拜和戴头巾而被监禁。另一名哈萨克人努尔波里布卡伊克扎是中国政府任命的清真寺伊玛目。他在土耳其的弟弟表示，努尔波里于2018年3月被逮捕并关进集中营，他家人直到2019年4月才知道他已被判5年监禁。就在中国发表军事白皮书之后，美国一艘军舰随即于星期四通过台湾海峡，这在美中关系因贸易战紧张之际，很可能会令北京感到愤怒。美国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而北京不断增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最近，台湾问题已成为美中贸易战后的又一个敏感题目。北京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批评美国宁损害世界稳定。巴基斯坦反对党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和基塔举行了反政府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反对派组织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伊姆兰汗总理的经济政策不足，他们高喊反伊姆兰汗的口号。在抗议活动的范围内，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党领袖马利亚姆·纳瓦兹在吉他发表讲话，他警告一些机构不要对抗巴基斯坦人民，但他没有说出这些机构的名称。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朝鲜射弹的25日表示，朝鲜于当天上午从江原到元山市附近向日本海发射2枚近程导弹。青瓦台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当天开会，将朝鲜发射的飞行器定性为新型的近程弹道导弹。安理会得出结论，虽然不确定发射的弹道是新型短程弹道导弹，并计划在与美国联合审查后做出最后评估。